大家好，今日分享一下酒店嘅入住經歷。今次入住嘅酒店係澳門巴黎人，房間係高層鐵塔景觀。我今次去咗 Trip.com 訂房，訂咗約2萬，總共用咗2488.22元，價錢真係好抵。交通方面，我由港珠澳口岸出發，坐發財巴直去酒店，免費來回，非常方便。去到酒店嘅外觀已經好華麗，接待大堂都非常宏偉。當時客人都唔少，不過員工嘅數量都夠多，所以好快都疏導咗人群。我今次因為慶祝生日，仲可以獲得升級，真係令人喜出望外。而且我哋咧亦都唔係排咗好耐，一拎咗房，我哋立即急不及待行去房間。我哋先講一講房間。打開房門就係衣櫃，經過浴室就係睡房，行李架後邊就係電視機櫃，電視機櫃後邊就係書台，電視機櫃下低有迷你吧，書台有好多叉電位，2張大床都又大又舒服，床頭都有叉電嘅地方，床邊有張貴妃椅，隔籬就係窗口，出邊有迷人嘅鐵塔景觀，仲可以望到酒店嘅泳池。至於去到衛生間，設計有啲過時，雖然都整齊乾淨，但只有單洗手盆。呢度有浴缸同埋淋浴，浴缸隔籬就係廁所。淋浴咧係有花灑，但冇頭頂嘅淋浴嘅設計，好似有少少過時。呢度嘅特色係艾菲爾鐵塔。去塔嘅7樓唔使錢，但上去頂部就要收費。不過喺7樓打卡已經好開心。亦都講一講退房嘅手續。住完之後可以享用快速退房嘅服務，將房匙擺入嗰個信箱就可以，唔需要再排隊。至於食嘢，5樓有一個美食廣場，都好多嘢食。傾埋購物，樓下有呢個巨記，你可以買手信，都幾方便。總括嚟講，今次嘅體驗大家都好滿意，服務都唔錯，參觀鐵塔俾人另一種驚喜，性價比都幾高。如果未嚟過，值得嚟呢度住一住，感受一下。今日就傾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